哎呀，不接不接。没有多少不接了，刚刚才几分钟。感觉我这个中间来了。他的成绩可以了。就伸手击脚嘛，这个是。他的下面包子整湿了，这已经整湿有点湿了，因为我吃饭了嘛，我手上有汗，他都不行，我多提一点那个，我把汗水拖出来了。你看。2个。2人的吗？其他的话。来我这边，你一会儿嘛。抱歉，我不给你提啊。嘿嘿。连泰迪庄园有个部长活动，我们去。泰迪庄园是那个嘛，明天瑞我没有去。泰迪庄园有人我要去。瑞他们也要在吗？不知道。我有个。他明天没有参加活动。我要去。哪地方？因为我也是有个阿爸教的嘛。哪地方？泰迪庄园了。哪地方嘛？我的唐昌镇的。唐昌镇。
2000一行，常常走。因为我要给一个阿爸就是开始，我要进，我要给他开始。东东就在这里。这个嘛，这个我认得。他是。一个熟人，以前在湖州这里，以前是很想开了。他们家的菜，他们也吃了，他们过这些。哦，说8点开始了。哦，8点准备9点开始。早上啊，早都是没上，俺这都是，我们娃娃是这个，哦，我们家娃9点9点起床，我不去，太远，他中午还要去补课还是什么？我想讲讲。因为他们是给了钱。招的咱们另外一部分表演，肯定才是这个。这家人就这个样子，有点像。哎，下一回你几个是不是？你那个很你们熟的吧？我熟了。你需要吃口红吗？
呀，大小。哎，这什么？这腿脚。记住啊，笑一笑。谁说笑？一说笑。Let's go，是不是啊？不要动啊，就那个线上跳啊，不要越跳越远哦。为什么他们今天战队形都这么快？3个小时一直还是不进。是不是啊？对的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这样。你们说什么就什么。知道，你没见过男的吗？笑一下，哎，求你了。还是比我好吃的。喜欢做男的不用排队。20万怎么办？这又是什么队形？今天都是这种队形，今天都是这个队形。你包里包这儿找你嘛？你包脚找我找你。这里面也可以涂微信这边人要多一些，这边观众要多一些，微信还是刚才还有2和1起，3个人都观众把你说的心话都放过了。这个粉丝说你声音好听，这个什么犯错？对，
听着你们说他他好高兴啊。可以了。阿布货，对，就是不要越吹越快哦，注意吹。哎呀，网有点不好，网有点不好，那个，哎呀，缓冲一下啊。肉儿来这儿。哈哈，好，但是千万不要笑，真的不要笑，笑他妈大了。好了好了，关。这样打的时候也是侧面吗？不长啊，你再一个它这个就是这边，我也是侧面的。训练，只是排练，回位。排练，还明天去。我们皮肤区那边糖厂。哦，就是